各位朋友，早安！今天我要跟你们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秘密，这个秘密可能会改变你的下半生，你知道吗？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如果你在早上8点之前做对了，你的双腿可以比10几年、0年轻10年。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10年。但是如果你忽略了这个动作，你的腿部肌肉会在每一个早晨悄悄地流失，而你完全不会察觉。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已经走不稳了，甚至需要拐杖才能出门。这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我在临床上看过太多次的真实案例。让我告诉你为什么。当你睡了7到9个小时之后，你的身体其实进入了一个叫做饥饿模式的状态。在这个状态下，如果你没有及时补充正确的营养，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分解肌肉来获取能量。特别是腿部的肌肉，因为它们是身体最大的肌肉群，最容易被当成紧急燃料来使用。所以请你一定要把这个影片看完。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可能会因为一个错误的早餐习惯，而在未来失去稳健行走的能力。这听起来很可怕，但这是事实。在这个影片的最后，我会揭晓一个隐藏的早餐组合，它能够唤醒你的双腿，让你重新找回年轻时候的步伐。所以请一定要看到最后，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并且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为您准备的最好的健康建议。我也想知道你现在是否正在认真观看这个影片。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对你有帮助，请在留言区输入数字1，如果没有，请输入数字0。现在让我们开始吧。很多人以为腿变得无力，走路不稳，只是因为年纪大了，这是正常的老化现象，但事实并不是这样。真正的原因是你的肌肉正在被一种叫做肌少症的疾病悄悄偷走。让我告诉你一个数字，当你过了60岁之后，如果你不做任何保护措施，你的腿部肌肉每10年可以流失高达30%。30%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当你70岁的时候，你的腿部力量可能只剩下60岁时候的70%，到了80岁，可能只剩下不到一半。这就是为什么很多老年人会失去平衡感，容易跌倒，甚至需要依靠拐杖或助行器才能行走。这不是因为他们的骨头出了问题，而是因为支撑骨头的肌肉已经不够强壮了。肌少症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疾病，因为它不会让你感到疼痛，它不像关节炎会让你痛得受不了，也不像骨折会让你立刻知道出了问题。肌少症是沉默的，它一点一点地偷走你的力量，偷走你的自主能力，偷走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的自由。等到你发现的时候，你可能已经没有办法自己上下楼梯，没有办法自己去市场买菜，甚至连站起来走到厕所都需要别人的帮助。这对一个曾经独立自主的人来说是多么大的打击。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肌少症病不是不可逆转的，它不是你年纪大了就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如果你知道怎么做，你可以阻止它，甚至可以逆转它。关键就在于你每天早上醒来之后，你吃了什么，不要移位。这只是老化的自然现象，其实是你的肌肉被饿掉了。你的早餐决定了你的腿能走多远，能走多久。现在让我跟你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关于一位69岁的陈大叔，他住在台中。陈大叔曾经是一个非常活跃的人，他喜欢每天早上去公园散步，喜欢跟朋友聊天、下棋。但是在1年前的某一天，他在家里的浴室滑了一跤，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跌倒，他并没有骨折，只是臀部有点淤青，但是这一跤却在他心里种下了恐惧的种子。从那天开始，陈大叔变得非常害怕跌倒，他不敢再去公园散步，连走出家门都觉得不安全。
他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从原本的每天2公里变成只在家里走动。更糟糕的是，他的腿开始变得越来越无力，每天晚上他的小腿都会抽筋，痛得他睡不着觉。他的太太必须帮他按摩，有时候要按摩1个小时才能缓解。陈太太看在眼里，心里非常难过。她知道丈夫正在失去信心，失去生活的品质。后来，陈大叔的女儿带他来找我，我仔细检查了他的身体状况，发现他的腿部肌肉已经流失了很多。我问他：“陈大叔，你早餐都吃什么？”他说：“我都只喝1杯黑咖啡，因为我怕吃太多会血糖高。”我告诉他：“陈大叔，你的腿变得无力，跟你的早餐有很大的关系。你不是因为老了才走不动，而是因为你的肌肉没有得到足够的营养。”我为他设计了一个简单的早餐计划，并且教他一些早晨的习惯。3个星期之后，陈大叔回来复诊，他告诉我：“医生，我觉得我的腿好像有力气了，晚上也比较少抽筋了。”2个月之后，陈大叔已经可以重新去公园散步。他现在每天早上可以走2公里，而且步伐稳健，不再害怕跌倒。陈太太也笑着说：“我先生又变回以前那个充满活力的人了。”你也可以像陈大叔一样，不需要靠药物，不需要昂贵的运动器材，只要改变你早晨吃的第1口食物，你就可以重新找回强壮的双腿。现在让我告诉你早餐的第1个宝物：全蛋。是的，就是鸡蛋，但是一定要是完整的鸡蛋，包括蛋黄。鸡蛋是重建肌肉最强大的燃料之一。1颗完整的鸡蛋含有大约6到7公克的优质蛋白质，而且这些蛋白质包含了所有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氨基酸叫做白氨酸 leucine， 它是启动肌肉合成的关键开关。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你，很多人吃鸡蛋的时候会把蛋黄丢掉，只吃蛋白，因为他们害怕胆固醇。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蛋黄里面含有维生素 B12、铁质、维生素 D， 还有更多的白氨酸。如果你把蛋黄丢掉，你就失去了鸡蛋最精华的部分。而且现在的医学研究已经证实，食物中的胆固醇对血液中的胆固醇影响其实非常小。真正让你血脂升高的是过多的精制糖和反式脂肪，而不是鸡蛋。最重要的是，你要在起床后的30到60分钟内吃下这颗鸡蛋。为什么？因为在你睡觉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7到9个小时没有进食了。这时候你的肌肉正处于分解状态。如果你能在起床后尽快补充优质蛋白质，你就能立刻启动肌肉的合成机制，阻止肌肉继续流失。所以每天1颗完整的水煮蛋就是你双腿的守护者，请记住这一点。第2个早餐宝物是燕麦加上奇亚籽的组合。这个组合听起来很简单，但它的功效却非常强大。燕麦里面含有一种叫做贝塔葡聚糖 beta glucan 的特殊纤维。这种纤维有3个重要的作用。第一，它可以减少身体的慢性发炎。慢性发炎是导致肌肉流失的隐形杀手。很多老年人的肌肉之所以会快速流失，就是因为身体处于长期发炎的状态。第二，贝塔葡聚糖可以稳定你的血糖。当你的血糖稳定，你的身体就不会把肌肉当成燃料来燃烧。第三，它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吸收蛋白质。换句话说，燕麦可以让你吃下去的鸡蛋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奇亚籽则是一个非常神奇的食物，它含有丰富的 Omega-3 脂肪酸、钙质、镁还，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当你把奇亚籽泡在水里或牛奶里，它会膨胀成胶状，这种胶状物质可以帮助你维持长时间的饱足感，同时提供稳定的能量。
更重要的是，奇亚籽里面的电解质可以帮助你的肌肉正常收缩和放松。很多人晚上会小腿抽筋，就是因为电解质不平衡。如果你每天早上吃一点奇亚籽，你会发现抽筋的情况会大幅减少。但是我要提醒你，很多人会选择不吃早餐，或者只喝一杯黑咖啡，这是非常危险的做法。当你不吃早餐，你的身体就会进入自我消耗的模式，它会分解你的肌肉来获取能量，久而久之，你的腿就会变得越来越无力。所以，请把燕麦和奇亚籽当成你的肌肉燃料，让你的双腿一整天都稳定有力。第三个早餐宝物是一根简单的香蕉。你可能会想，香蕉这么普通的东西也算是宝物吗？是的，香蕉对你的腿部健康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宝物。香蕉里面含有丰富的钾离子，钾离子对你的肌肉来说，就像是电池的电力一样重要。如果你的身体缺少钾离子，你的肌肉就无法正常收缩，你会感到无力、疲劳，甚至会出现抽筋的情况。一根中等大小的香蕉，大约含有400毫克的钾离子，这相当于你每天需要摄取量的10%。听起来好像不多，但是如果你把香蕉加上其他富含钾的食物，比如地瓜、菠菜，你就可以轻松达到每天的需求量。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钾离子非常重要，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肾脏功能会逐渐下降，身体排出钾的速度会变慢。但是，如果你完全不摄取钾，你的肌肉就会出问题。所以，适量地吃香蕉是非常安全而且有效的。但是，我要特别提醒有糖尿病或肾脏疾病的朋友，你们在吃香蕉的时候要特别小心。如果你有糖尿病，建议你选择稍微还有一点绿色的香蕉，因为它的升糖指数比较低，而且你可以只吃半根，而不是一整根。如果你有肾脏疾病，请一定要先咨询你的医生，因为过多的钾可能会对你的肾脏造成负担。对于大部分健康的人来说，每天早上吃一根小香蕉，就可以让你的步伐更稳健，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更安心，不会被抽筋痛醒。第四个早餐宝物是希腊优格。希腊优格跟一般的优格不一样，它经过了过滤的过程，所以蛋白质含量更高，质地也更浓稠。一杯大约150到200公克的希腊优格，可以提供高达20公克的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含量几乎相当于3颗鸡蛋，而且希腊优格里面含有丰富的白氨酸，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启动肌肉合成的关键氨基酸。但是希腊优格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优点，它含有一种叫做酪蛋白 casein 的蛋白质。酪蛋白是一种消化速度比较慢的蛋白质，它可以在你的胃里停留更长的时间，持续地释放氨基酸到你的血液中。这意味着，当你早上吃了希腊优格，你的肌肉可以在整个上午持续得到保护，不会因胃饥饿而被分解。这就像是给你的肌肉穿上了一件保护衣，让它们可以安全地度过早上这一段容易流失的时间。但是，我要特别提醒你，一定要选择无糖的希腊优格。市面上很多优格都添加了大量的糖，有些甚至一杯就含有20到30公克的糖。这些糖不但会让你的血糖快速上升，还会引起身体的发炎反应，反而会妨碍肌肉的重建。
所以，请选择原味无糖的希腊优格。如果你觉得太酸，可以加一点天然的蜂蜜，或者加一些新鲜的莓果，这样既健康又美味。在你起床后的30分钟内，吃一杯无糖的希腊优格，这是对你的肌肉最温柔的修复。第5个早餐宝物，可能会让你感到惊讶，那就是鲑鱼或蒸鱼。是的，早餐吃鱼，这听起来好像不太符合我们的饮食习惯，但是在很多长寿的国家，比如日本，早餐吃鱼是非常普遍的事情。鲑鱼和蒸鱼都含有丰富的 Omega-3 脂肪酸。Omega-3 对你的肌肉和关节来说，就像是润滑油一样重要。它可以减少肌肉和关节的发炎，帮助你的身体更快地修复运动或活动造成的微小损伤。根据项研究显示，每周吃2次富含 Omega-3 的鱼类，可以帮助老年人保持27%的腿部肌肉量，而且这些人跌倒的风险比不吃鱼的人少了36%，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鲑鱼和蒸鱼除了 Omega-3 之外，还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和维生素 D。维生素 D 对肌肉的力量非常重要。很多研究都发现，缺乏维生素 D 的老年人，肌肉力量会明显下降，而且更容易跌倒。但是，我知道有些人会担心早餐吃鱼，我的消化系统受得了吗？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你平常消化油脂的能力比较弱，我建议你可以选择清蒸或烤的方式来烹钓鱼，不要用太多油，而且你可以把鱼切成小块，慢慢的吃，让你的消化系统有时间适应。另外，你不需要每天都吃鱼，每周吃2次就足够了。你可以选择星期1和星期4吃鱼，其他日子吃鸡蛋、优格或其他蛋白质来源，这样既能获得足够的营养，又不会让你的早餐变得单调。每周2次鱼早餐，让你走得稳，站得久，这是一个值得投资的习惯。现在，让我揭晓我在这个影片开头承诺的隐藏的早餐。这个早餐组合非常简单，它就是蒸地瓜加上1小撮天然海盐。你可能会想，地瓜这么平凡的东西也算是秘密吗？是的，因为很少有人知道怎么正确的吃地瓜来保护肌肉。地瓜是一个营养非常丰富的食物，它含有大量的钾离子、镁、维生素 A、维生素 C， 还有优质的碳水化合物。这些碳水化合物可以为你的肌肉提供稳定的能量，而不会像白饭或白面包那样让你的血糖快速上升又快速下降。但是，地瓜最神奇的地方是它与天然海盐的组合。当你在蒸好的地瓜上撒1小撮天然海盐，这个海盐里面的矿物质会帮助你的身体更好地吸收地瓜里面的钾和镁。镁是一个非常重要但常被忽略的矿物质，它参与了超过300种身体的生化反应，包括肌肉的收缩和放松。很多人晚上会小腿抽筋，其实就是因为缺镁。当你吃了含有镁的地瓜，再加上海盐里面的微量矿物质，你的肌肉就会得到全面的支持。但是，我要特别强调，一定要用天然海盐，而不是精致的食盐。精致的食盐只含有钠和氯，而且往往添加了抗结块剂。过多的精致盐会让你的血压上升，也会破坏你身体的电解质平衡。
天然海盐则不同，它含有镁、钾、钙等多种矿物质，对你的身体有很多好处，你只需要1小撮就够了，大约是你3根手指捏起来的量。这个地瓜加海盐的组合，最好在起床后10分钟内吃。你可以前一晚先把地瓜蒸好，早上起床后稍微加热一下，撒上海盐，就是一份完美的天然修复配方。吃半条中等大小的地瓜，加上1小撮天然海盐，就是你双腿的天然修复配方。这是藏在你厨房里的秘密。现在你知道了，现在我要告诉你，保护你的双腿。不只是吃对食物就够了，你还需要搭配正确的早晨习惯。这不只是关于吃什么，而是关于如何生活在正确的节奏里。很多老年人有一个很危险的习惯，早上一醒来就急着起床，急着去厕所，急着开始一天的活动。但是这种突然的动作就会让你的血压急速上升，容易感到头晕，甚至会失去平衡而跌倒。所以让我告诉你5个简单的早晨习惯，它们可以让你的双腿更稳定、更年轻。第一个习惯，起床后先喝一杯250毫升的温开水，并且加入大约1/5茶匙的天然海盐。这一杯盐水可以快速补充你一夜流失的水分和电解质，让你的血液循环更顺畅，肌肉也能更快的苏醒。第二个习惯，在床上做3分钟的腿部运动。你可以平躺在床上，轮流抬起左腿和右腿，每条腿抬10次。这个简单的动作可以唤醒你的腿部肌肉，让血液开始流动，为你接下来的一天做好准备。第3个习惯，慢慢的坐起来，不要急，坐在床边30秒，轻轻地转动你的手腕和脚踝，这可以让你的身体是英姿势的改变，避免突然站起来时感到头晕。第4个习惯，到窗边或阳台，让自己接受5分钟的早晨阳光。阳光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制造维生素 D， 而维生素 D 是强壮肌肉和骨骼的重要营养素，而且早晨的阳光还可以调节你的生理时钟，让你晚上睡得更好。第5个习惯，不要让自己饿太久。很多人以为不吃早餐可以减肥，或者觉得早上没有胃口就不吃。但是如果你起床后超过2个小时还没有进食，你的身体就会开始分解肌肉，所以至少要吃半条地瓜或1颗鸡蛋，让你的肌肉得到保护。这5个习惯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如果你每天坚持做，你的双腿会感谢你。每天早上只要多花5分钟，你就可以拥有更稳定、更有力量的双腿。好的，让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学到的内容。我们今天谈到了5种早餐宝物：全蛋、燕麦加、奇亚籽、香蕉、希腊优格，还有鲑鱼或蒸鱼。我们也揭晓了一个隐藏的秘密：地瓜加天然海盐。最后，我们分享了5个早晨习惯，让你的双腿更稳定、更年轻。这些加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腿部肌肉修复计划。这个计划不需要你花很多钱，不需要你买昂贵的保健品，也不需要你去健身房。你只需要改变你早晨的饮食和习惯，你就可以重新找回强壮的双腿。但是我要再次提醒你，如果你忽略了正确的早餐，那么你做再多的运动，吃再多的药，都是徒劳的，因为你的肌肉每天早上都在流失，
而你却没有给他们应有的保护和修复。健康不是从医院开始的，而是从你家厨房的早上7点开始的。当你明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请想一想，你要给你的双腿吃什么？你要让他们继续虚弱下去，还是要让他们重新变得强壮？选择全在你手上。现在，我想请你做一件事，请在下面的留言去告诉我。如果明天早上你只能选择一样食物，你会选择哪一个？是全蛋、燕麦、香蕉、优格、鱼，还是地瓜？我非常期待看到你的答案。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请帮我按赞、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下一集我会告诉你3种会偷偷伤害你双腿的早餐。这些早餐很多人每天都在吃，但是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些食物正在让他们的腿越来越虚弱。请不要错过下一集，因为知道什么不该吃，跟知道什么该吃一样重要。谢谢你看到最后，祝福你健康平安，双腿永远强壮有力。我们下次见。